你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？你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？你一定要先去感恩你已經係一個咁樣嘅人，你要先去感恩你已經是一個這樣的人，因為同頻共振，因為同頻共振，吸引力法則吸引力法則。係一個有錢人，我是一個有錢人，我先會吸引金錢過嚟。我才會吸引金錢。如果我好窮，我要好多錢啊，你只會吸引一啲索取者過嚟。如果你說你很窮，你需要錢的話，你只會吸引一些索取者來。你要預先設定好你要一個點樣嘅氣場呈現，你要預先設置好一個怎樣的氣場呈現。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人。我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，所以我感恩我已經係一個有智慧嘅人，所以我感恩我已經是一個有智慧的人。然後吸引力法則就會開始運作，然後吸引力法則就會開始運作，會吸引智慧，更多智慧嘅能量同你融合，然後就會吸引更多智慧的能量去跟你融合，引導好多同道中人過嚟，然後吸引很多同道中人，你會吸引自己嘅伙伴過嚟。然後你會吸引自己的夥伴。